再来看德国西部一个都市，昨又有汽车乌白枪弄死至少2个人。警方表示讲，这嫌犯有精神的疾病，伊弄死人了后是往家己的厝里开枪，送病院急救，目前状况稳定。另外，伫西班牙巴塞隆纳有2台巴士烧落，超过50个人受伤，其中有4个人重伤哦。车祸的地点是离目前正在举办的世界行动通信大会无偌远。画面上都是一般的街路，但是听到真吵的声，坐落来就看到一台车加速冲过去，接嘣一声真大声，互大家拢着吃惊。这个汽车弄一堆人的事件是造成死伤。警方讲嫌犯是一个差不多40岁的查某人，是一个人犯案，已经排除对公众有进一步的危害。Dass es sich um eine politisch motivierte Tat handelt. Wir haben viel mehr konkrete Anhaltspunkte auf eine psychische Erkrankung des Täters. Deswegen konzentrieren sich die Ermittlungen insoweit. 因为嫌犯捌伫2018年伫面册大文，红判极右派的冤仇万分言论罪。不过，这摆赛车去弄一堆人，初判和面册大文的这个案无关系，但因为赛车共同的这个案件，互指控2项的谋杀罪。Aber darüber hinaus haben wir keinerlei Anhaltspunkte außer diesem Kommentar und wir können es nicht einordnen, ob das eine Gesinnung ist, die dahinter steht, oder ob das, sage ich eher, aus Dummheit. 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一条主要车路是发生巴士烧动，东风玻璃是碎甲规涂骹，其中一台车的车头变形甲较严重。We wanted to go out, but something happened from behind, crashed us, and we all was fall out. 这个事故的地点是发生伫市区，车有够侪交通要道。迄当中一台载一阵意大利学生的巴士，和一台载德国邮轮乘客的巴士，规个启动着，造成几十个人受伤，其中有个人伤势真严重。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一寡受伤的人是过路人，是伫车弄着路边的墙啊、和顶的时阵嘛，互弄着。因为世界行动通信大会主办场就伫附近，这个车祸引起当局真大的重视，嘛已经开始调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